你知影讲台湾第一股的股费是啥物人去摕到的？啊，因为规写到迄落规千里的人去食10几年的免治饭，这毋是全世界上悬的股费。杨贵发表了将近700字的和平宣言，要求陈诚实行上任台湾省主席时的诺言。伊看了这篇文章，就讲啊，台湾有共匪。杨贵的文章作品，即使讲伊叫关伫绿岛的时阵，伊所写出来文章拢真乐观，伊做有遐悲惨，啊，但是遐乐观哦。我看起来我感觉流目屎啊。足侪人家伊当做台湾本土文学，特别是反体制文学，也是讲写实主义的文学内底灵魂上的导师迄款人。杨贵是向往甘地，而不是向往马克思。伊是打造红旗、黄红旗的。